直擊工人墮包山，錯過贏冠軍。太平清醮壓軸節目搶包山，午夜12點鐘開始，點知同一時間，原本個40幾歲嘅工作人員爬上比賽場地後面嘅真包山，收返啲平安包，預備第二朝派俾市民。唔知係咪落過雨，佢爬到差唔多包山頂嘅時候，就跣腳失平衡，由10米高跌落地。你初初係冇扣安全繩啊，佢想試圖攞翻條嗰個安全扣咧，就想扣佢嗰個，可能嗰個架咧，佢實在太過粗啊，佢扣唔到。咁但係即係已經喺度叫緊啲工作人員嚟咯，但係就好不幸啦，即係工作人員嚟之前，佢已經就跌咗落去。重傷要送院治理。長洲太平清醮值理會話，08年曾經發生過類似意外㗎，佢哋會跟進今次事件，傷者已經買咗保險。我哋睇返北帝廟嘅戰況啦。